你嘅戶口號碼，然後按井號。選擇用另一種語言按星號。請輸入你嘅6位數字密碼或者電話熱線提供嘅一次性密碼。如果你唔記得你嘅6位數字密碼，請你透過我哋嘅熱線獲得登入用嘅一次性密碼。請輸入你嘅保安編碼。請輸入你嘅香港手提電話號碼以接收一次性驗證碼。請輸入你嘅驗證碼驗證此手機號碼。你嘅賬戶已成功激活。請瀏覽貿易單一窗口網頁查看使用條件詳情。如果同意條件及條款，請按1字。如果不同意，請掛上電話。請選擇服務。捆綁貨物按1字。取消捆綁按2字。查詢捆綁按3字。更改密碼按4字。聯絡我哋嘅服務員按8字。